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号，咱们这一期继续聊一聊这个董小姐事件，吃董小姐这个瓜呀。虽然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本来今天应该是各种关于旅游方面的新闻上热搜各个景点、各个高速公路、各个高铁站、飞机场，对吧？人满为患。但是我看了一下，关于董小姐的这个热搜还是非常多，也就是董小姐这个热度没有因为假期而下降。反而这个一浪高过一浪虽然这个没有央媒下场我还没发现这哪个央媒下场这个报道这个事情，但是很多其他的媒体越来越多。你比如说北京这个媒体叫北京时间应该是北京广播电台下面的，他就直接报道他说董某莹1年拿规培证威胁患者安全，肖某、董某应被剥夺行医资格，说董某莹30页学术论文悄然消失，巴纳德学院的学历记录陷入争议。这场风波的核心早已超出私德范畴，选择删文而非澄清，说的是协和医学院更加剧了公众的质疑。中国规培制度明确规定，医学学生需3年完成多科室轮转，但董某莹仅用1年便拿到规培证，违规轮转，这种操作不仅破坏制度公平，更直接威胁患者安全。大家看视频董某莹全文61页，正文只有30页的知网论文凭空消失，巴纳德学院的学历记录陷入争议。这场风波的核心早已经超出了私德范畴，选择删文而不是澄清，更加剧了公众的质疑。如果问心无愧，为何急于掩盖？本科经济学博士论文仅30页，研究方向是妇科影像学位证书，标注内科，规培在胸外科，现职为泌尿外科住院医师。这种六边形跨界的就业轨迹远远超出了公众的认知和逻辑常规。中国规培制度明确规定，医学生需要3年完成多科室轮转，但是董某莹仅用1年就拿到了规培证，违规轮转。这种操作不仅破坏制度公平，更直接威胁患者安全。2024年7月，他因为操作失误和护士产生争执，肖某挺身护短，竟然离台40分钟，麻醉患者被搁置。肖某现在已经被双开，这种行为是否会进一步追责？他是否还能有执业资格？万一风暴过后，肖某这种私德医德双缺的医生和董某这种速成医生依然能够浪迹医疗系统，患者的生命和健康着实让人捏把汗。4+4项目本应选择顶尖跨学科人才，但是董某莹的哥大巴纳德学院经济学背景和医学毫无关联。相比之下，北大光华毕业生为学医重新高考，却无法进入这个项目，凸显出选拔标准还真的是个谜。删文和掩盖是灭火式的应对，9层之台起于垒土，1000里之堤溃于蚁穴。医疗教育容不得量身定制的绿色通道，患者生命更不是特权游戏的赌注。与其删文避责，不如彻查真相。董某莹的学术成果是否经得起推敲？她的行医资格是否合规？只有透明与问责，才对得起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信仰。还有很多媒体也报道，比如说这个董小姐是个例还是群像，协和4+4引争议，本科读的是文科也能成为医学博士，还真不是没可能。实际上这个董小姐走的路正好跟我们的鲁迅大文豪鲁迅正好反过来。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医学救不了中国，医学发达这个大概导致这个中国人叫什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所以毅然而然这个叫弃医从文嘛。但是这个董小姐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个巴纳德学院她发现这文科救不了中国，对吧？还得是医学。大家有印象吧？应该是今年年初还是去年，这不都是各地各个大学不都掀起了那个把文科砍掉吗？还有一些这个UP主那个不都是说这个文科一无是处嘛？不仅不能产生这个社会效益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还导致这个思想混乱。所以这个董小姐她觉得文科救不了中国，还得回到医学上面，所以他走的是跟鲁迅正好相反。这2天协和4+4话题上了热搜，中日友好医院医师被举报事件发酵后现在事件的焦点
点落在当事人之一董某某身上。网传董某某是北京协和医学院4+4项目培养的规培生，而且还是从经济学半路出家，当上了外科医生。这个医学是一门关乎生命的学科，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更依赖临床经验长期沉淀。更关键的是要守住医疗安全底线。说董小姐究竟是个例还是群像？公平和专业是医疗行业救死扶伤的底气。只有赶紧彻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才能让医疗工作回归纯粹。央视新闻啊也报道，这个总台什么央视记者杨洋啊、史迎春这个说啊，国家卫健委调查肖某、董某。卫健委对肖某事件成立调查组。国家卫生健康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日我委关注到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肖某被举报所引发的相关舆情，我委已成立调查组，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原则，联合有关方面对事件涉及的肖某、董某及有关机构等进行认真调查核查，对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这个央视新闻啊，一个简短的报道，它并没有对这个事件本身啊进行报道，它只是报道了这个卫健委啊成立调查组，要调查这个肖某、董某还有有关机构。终于啊，在这个大家不懈的努力之下，在各个媒体啊推波助澜之下，在这么多吃瓜群众啊不停的去扒呀，或者是甚至啊网暴的嫌疑啊，终于啊在这个5·1假期啊引起了这个主管部门的关注。你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卫健委只要成立调查组，那他总得给个说法。这里面啊，肖某、董某他肯定跑不了，对吧？一定会对他们进行认定啊，就是网上各种说法啊有真有假呀，最后应该有个盖棺定论，这是对个人啊。至于对他们的处罚啊，这个肖某啊是不是吊销什么这个行医资格啊？哎，这个董某的这个论文呢，对吧？他的行医资格等等会不会吊销，这个是另当别论呢。但至少他也给了个说法。那么有关机构是什么呢？有关机构肯定是中日友好医院、协和医院这两个医院，因为这两个医院应该都属于国家卫健委直属医院，正好归他管。然后还有一个协和医学院，也就是这个4+4这个试点班啊，不就是协和医学院吗？好像这个协和医学院也是国家卫健委的直属的高校。这个啊，具体情况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或者去扒一扒。我没有扒啊，因为这个协和医学院好像后面又整合到什么清华去了，这个清华大学什么协和医学院，然后清华大学自己还有一个医学院，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啊。如果是他又是清华大学的，那清华大学显然他不归卫健委管，那大家这个还有点区别啊。也就是说，协和医学院如果是被并到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呢是它归教育部直属啊。哎，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事情终于啊有主管部门站出来要给说法，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对吧？就是网上这么多扒出来的这些真真假假的信息，到时候有个统一说法。还有啊，这个中野建研院回应网传董某莹父亲情况，这个想必大家在网上也看到了啊。这个网上传言这个董某莹啊，父亲为中野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昨天啊，就4月30号，现代快报记者致电中野集团建筑研究总院，哎，这记者就直接打电话，这个网上都有录音啊。那记者打电话直接打到这个建研总院办公室去了。这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啊，已经注意到网上相关讨论，正在核实。也就是作为央企啊，中野建研院那也得回复，也得网上有很多关于中野建研院的这个传闻啊。这里面又涉及到这个协和医院的一些工程是中野建研院这个负责建设的。这个什么协和医院什么雄安新区的这个新院区啊项目啊，也是中野建研院下属企业中标等等啊，就这里面问题很复杂。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升级了。咱们在以前的节目经常强调啊，咱们作为网民啊，如果你想作为法官断案，对吧？咱们网民都天然的想成为法官呢，都想断个是非，断个明白。那你这双方的话都要看，双方的证据啊，对吧？双方的说法你都要照顾到，然后你还得要通过这个什么主管部门，对吧？其他的第三方，这样你才能了解全貌，你才能啊大概其判断这个事情的曲折是非。现在网上一边倒的，对吧？是对董某、肖某，还有这个4+4模式，还有2个医院啊，都是批评指责，对吧？这个多。但是今天啊，也有2个为他们说话的，一个是那个中日友好医院那个肖某啊，他自我辩解，还有一个是那个被
被这个舆论啊，就是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这个首都医科大学的那个什么校长叫饶毅，他专门出来辟谣，他回应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说啊，这个网上现在都是原告嘛，对吧？我们也看看被告方他的说法。这个经济观察报他报道啊，他采访了这个中日1号医院的胸外科那个副主任肖飞，然后这个九派新闻也采访到了这个肖飞，关于肖飞做手续啊，然后把那个病人麻醉，然后他离开手术室40分钟这个事情咱就不说了，咱们主要看这个肖飞对董某的评价。这个九派新闻啊就问这个肖飞说，你认为哪些信息是你认为不实的，也就是网上很多信息吧，不是被那个网友扒出来了真真假假的。这个肖飞自己说啊，他说我反复承认，我也道歉，我私生活确实是有问题，但是说我影响医疗安全，我真的接受不了。而且我再次重申，我跟董医生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做那个著名的那个手术啊，对吧？一怒之下离开40分钟那个手术的时候，这个时候肖医生说他跟董医生还是清清白白的同事关系。他说当时就发生了一个小范围的网暴，我们2个人同为受害者。他说现在倒好，这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有无数的吃瓜群众捕风捉影，胡说八道，随便什么人都能写东西来攻击我，污蔑我的家人。我觉得这非常不负责任，这么严重的网络暴力，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啊！这是这个肖大夫说的啊。那这个九派新闻就问他啊，说那你觉得啊，现在网上哪些信息是不实的？然后肖飞就说啊，他说关于网上说马医生言辞拒绝了我的请托啊，他说这个不实的，因为现在网上不是好多人表扬这个马医生嘛，那就是什么一个乐队的那个键盘手啊，他现在粉丝据说涨得还挺快，他现在被树立成一个正面形象啊，就是拒绝了这个肖医生为这个董小姐这个不是轮岗吗？轮转请托啊，这个咱就不说了啊。这个肖医生认为这个网上这些信息都是假的，不实。然后九派新闻又问他，他说你认为关于董医生的消息哪些是不符的，对吧？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是董医生啊，董小姐啊，对吧？那些细枝末节的不是重点。这肖飞说啊，重点来了啊，他说这2天关于董医生的争议，比如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4+4项目拿到了医学博士文凭以及他的相关学历，我相信协和医学院一定会做出澄清。这个肖医生说啊，据我所知，董医生在校成绩非常优秀，有据可查。在这个肖飞的眼里啊，这董医生不是通过什么歪门邪道啊，先是上社区大学，然后再进什么女子学院，然后再进哥大，然后再进4+4，然后什么拿个博士，一路运作一路安排，不是这意思啊。这个肖飞说啊，董医生在校成绩非常优秀，有据可查。然后这个肖医生还说啊，他说有人说他是骨科医生，论文却是妇科方向。董医生的导师来自骨科，他的论文研究了妇科肿瘤骨转移的内容，这是骨科相关，没有错。肖医生说啊，他说我北京医科大学啊，现在不也是清华吧，还是北大收了，他是北医8年制的。他说我的导师是泌尿外科，我拿外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入职胸外科，照样可以在胸外科领域做出很卓越的工作。那董医生作为一个临床医学毕业的学生，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外科的工作呢？不是专业的人，没有经过这种培训，没有这个知识背景、知识储备，就不要乱说。这个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啊，因为毕竟网友对医学这一块不太了解，对医院的运作也不太清楚，不是专业人士，不知道这个董小姐这个跨度这么大，合理还是不合理。按照肖医生的解释啊，那董小姐跨度这么大完全合理，从泌尿科对吧，从妇科最后整成胸外科，这也不叫事。然后这个肖医生说啊，还有外科规培生怎么就不能上胸外科手术？上了胸外科手术又不是为病人主刀，规培生的职责包括给病人摆体位、消毒、服胸腔镜等，所有外科医生都需要从助手一步步成长的经历。我也不是第一天就会做肺移植，我也有一个培训过程。这个肖大夫啊，可以说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呐。你从某种角度来说，他还是个性情中人。就到现在啊，他不管怎么说，他还属于一种叫保护这个董小姐啊，对吧？他还没有跟董小姐做切割。说不好听一点的啊，这个肖大夫啊，这个时候显得好像还有情有义啊，比贾宝玉强啊。这个贾宝玉调戏这个王夫人，就他妈的大丫头金钏，结果金钏未死啊，对吧？
就遭到了这个打压，然后跳井而死。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贾宝玉没有为金钏说一句话，没有承担一点责任。这个金钏死了，对吧？贾宝玉才跑去烧个香，做这种表面文章。从这点看啊，这个萧大夫比贾宝玉还稍微有情有义一点啊。这个萧大夫，什么小三、小四、小五、小六这些，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喜欢他，还是有那么一点原因的啊。这个咱们要平心而论呢，不是说赞扬啊萧大夫这种做法，这种生活作风啊，只是说他现在啊，他还没有跟这个董小姐切割，也没有说把责任甩到他头上去，也没有说落井下石，他甚至还在为这个董小姐辩解。但是啊，这个无所不能的网友啊，又扒出了更多的料。现在有很多网友扒出来啊，说这个董小姐论文呢，都是抄袭的。抄的谁的呢？说这个董小姐的论文跟董小姐姑姑带的学生的专利一样，抄自其姑姑班小娟教授是在北京科技大学啊手下的残疾人研究生赵基准专利。说这个董小姐的论文呢，就在这个赵基准的发的这个专利和小论文拼接的跨模态影像，说一模一样。这个看样子董小姐啊骗了萧大夫，对吧？董小姐把自己包装的是协和4+4的一个高材生啊，货真价实的学习成绩优异，骗了萧大夫啊。因为网上有人爆料是有名有姓呐，论文的，对吧？你可以去查呀。这个萧医生说啊，我的生活已被打得七零八落，总会有真相。网上的舆论暴力并不代表全部真相。这2天我收到很多安慰的短信，来自同事，来自患者，来自和我有过接触的人。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再看啊，这个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啊，这个首都医科大学原校长、知名生物学家饶毅，他以前在公共场合他批评这个协和医学院啊，这个质量下降、任人唯亲等等，因为网上传的非常多。结果今天啊，这个饶毅啊，在个人微信公众号饶毅科学中发文回应这2天关于协和医学院院长王成的争议。关于这个医学院院长王成啊，大家看视频。这个学科建设上哈，你做了哪些事或者哪些主张是从无到有的？4+4医学教育体系，学新闻的、学经济学的、学哲学的，我们是从全球最顶级的学校的前1/3的排名的学生中，再选拔出的素质最优秀的、品德最高尚的、最有助人之心的、最有悲悯心的，然后最愿意学医的，而且呢，他的才能都是最好的。因此这批孩子将来中国医学界的一支重要的希望之队，这样的梦之。在这个董小姐这一届啊毕业这个什么座谈会上，王成院长还说这个4+4啊培养的这个医生啊都是什么有悲悯之心啊，医德是最好，庸医之害胜于无医啊。所以这个网友的这个矛头啊对准4+4，对准协和医学院，最终要对准这个王成院长。不管怎么说啊，你协和医院的公众号上把那个王成院长那个好像是毕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你把中间删掉了，说这个董小姐啊是哥大经济学这个毕业这句话删掉了，你为什么要删呢？所以大家都越来越怀疑，对吧？你这个走后门跟你这院长有关系。但是这个饶毅啊，他今天啊在微信公众号他发文是力挺院长王成，按照我们网上说法，这给王成洗地。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这个饶毅啊他是怎么讲的他主要写了这么几点他说最近啊舆论对具体几位医生和新毕业生批评有道理，他说应该理性批评，有理有据，不宜肆意扩大。这个说的也对啊，不要上纲上线，但是他有错误，应该理性批评。第二个他说啊，但是突然把我拉入这一无关事件，甚至以我为正面，以协和医学院原校长王成为负面，不对。他说我在协和事件中不是英雄，不过是个旁观者，而王成教授在一个滑坡而自大的单位勇于改革才是英雄，真英雄。他说确实我批评过协和医学院，但我从来没说过协和医院乌烟瘴气。我肯定协和医学院曾经非常优秀，但也不会言其后来下滑。他说我批评过协和医学院的近亲繁殖，
既写过文章，也在与王晨教授同台的会议上说过。他说，但协和的近亲繁殖问题是以前30-40年间形成的，而非王晨上任后的最近几年。他说，我相信啊，不仅协和医学院大多数都知道这是一个问题，而且王晨就很不满意这一问题，所以我们都在场的时候，话是我说出来的，其实很可能是王晨的心里话，但他又不好直接这么说，这就有了幽默的梗。也就是说，协和医学院啊，这个近亲繁殖啊，就这种裙带关系、门阀，这个是在过去30-40年间形成的，不是在王晨当校长、当院长的时候形成的。而且王晨本人对这个也非常不满，这是饶毅说的啊。然后更让人这个大跌眼镜的是，这个饶毅啊，他爆料，他说医学界众所周知，协和非常抵抗王晨教授，协和医学院以及协和医院摆架子对付他，其中有协和老大首医毕业生算什么的态度啊。也就是你看啊，这就是各种门派之争了，是不是？这个王晨是出身首都医科大学，不能被协和的这些人所接纳，大概这意思啊，我能看到的就这么个意思。然后这个饶毅说啊，王晨教授锐意改革，其中4+4就是一项。结果在饶毅这儿，至少他是肯定4+4是好事啊，是正面的啊。他说需要区分个人行为与教育体系。他说4+4是培养体制，与舞弊违规无必然联系，而是应该在实践过程中严格任人唯贤。他说4+4的模式不仅完全适合协和医学院，而且适合其他部分院校，当然需要非常慎重、规范、严谨执行，不能因为几个学生的事件而因噎废食。这个是啊，饶毅他自己在公众号上发出来的，那不就是给王晨洗地吗？洗的对不对？这个我想啊，到时候自由这个卫健委啊调查组会有结论。这个董小姐这个瓜啊，我觉得咱们最大的意义是把它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后导致这个主管部门成立调查组重视这个事情。至于这个事情对错是非曲直，说实话，因为它涉及比较专业的事情，对吧？就普通的网友啊，吃瓜群众一时难以把它说清楚。这个4+4这个模式，我在第一期就说了，反正它初衷肯定是好的，但是啊，你搞这么一个模式，到底是不是给权贵，对吧？给别人一个捷径，对吧？开了个后门，现在啊就需要你自证清白。如果你说啊，我这个现在一共招了90个人，这90个人每个人都是无可厚非，都非常优异，对吧？现在就需要协和医学院出来走2步了，甚至啊，所有搞这种4+4模式的，还有其他这个学校嘛，都有这种模式，都得出来走2步，对吧？凭什么人家5+3+3最后毕业之后啊，他不一定能进这个顶流的啊3甲医院，而这种4+4，对吧？你看看毕业了之后啊，都是不是协和医院就是什么肿瘤医院，都是在国内是顶流啊3甲医院。王晨啊，或许他力推这4+4初衷是好的，但是啊，你在推的过程中让人钻空子，或者是疏于管理，被人利用，这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说啊，这个协和医学院呢，应该在这个卫健委结论之前，应该先啊出来走2步来说清楚，回应社会关切。不过这个饶毅啊也很有意思啊，他说啊，他认为这个董小姐的父母啊，在北京就不算权贵，都不算官员。这个饶毅他说啊，他说协和医学院具体录取过程有没有具体问题，那只有他们调查才知道。但应该对学校和分数都有基本要求，不可能规则上故意放水。而舆论认为某学生父母是权贵，我专门访问一位转这种新闻的官员，就是有个官员啊转了这样的新闻，饶毅就问他说，你认为他母亲在北京算官员吗？他回答不算。因为我的了解啊，就是北京科技大学什么学院的啊一个副院长，他不是学院，什么研究院啊副院长，顶多是个副处级。确实在北京啊，那一个竹竿掉下来都能打着10个处级干部，副处级就根本确实也不算什么官啊。这个饶毅说啊，大家可以质疑有些问题，但说某生也就是董小姐母亲是官员，他恐怕哭笑不得。这个就属于饶毅啊，这个说法有点这个不客观了。咱们一直说县官不如县管，不要小看这些副处级干部，在他的领域，他的能量非常大。我在有一期节目说了啊，就是咱们这个就像一部机器在运转，这些人啊，你别看他级别不高，但是他特别了解这个机器是怎么运转，他能非常丝滑的，他能非常这个巧妙的利用这个机器的这个运转规则，对吧？来安排。你看很多大的案子背后其实没什么特别深的背景，我还专门举过一个例子，北京有一个杀人犯，对吧？后来本来他应该是死
死刑，后来给他判了个死缓，后来就居然这样，哎，他提前释放了，牢就坐了几年，好像就7、8年就放了。结果放了出来之后，这个人又第2次杀人，这一下引起了舆论关注。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啊，自己在网上去搜一搜。结果后来就开始调查嘛。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减刑呢？啊，立了那么多功，后来才发现什么人在里运作啊？他们家也不是什么权贵，也不是特有钱，他就是找了一些这些口子里面的这什么副处级的干部啊，什么司法局的人托人，居然慢慢把他减了，是吧？10来年吧，提前放出来了。如果你找对了人啊，这个人级别不需要很高，他非常清楚这中间奥妙在哪儿，巧妙的地方，漏洞在哪儿。他母亲对吧？他的亲属都在教育口，都在大学里面，所以他们对大学这一套非常熟，驾轻就熟啊。然后他也有亲属在医院，所以对医院怎么运作的又非常熟，所以人家可以在学校、在医院两边横跨。这不就是大家所担心的叫学阀吗？再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在新闻口、在宣传口，胡锡进老师级别不算太高，但是啊，那他懂的门道那就比一般人多得多，就是这个意思啊，对吧？胡锡进老师也就算个副厅级啊，也没有什么实权，但是你要进入他那个领域，对吧？那他就知道这个门道在哪儿。实际上，这个董小姐的父亲啊，即便是中野什么建筑研究院的总经理，级别也不高，顶多是个处级到头了。他是五矿下面的啊，也是央企下面的3级单位或者2级单位，对吧？但是就是这些人能量大呀，因为他知道这个机器是怎么运转的。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啊，首先第一个成为一个热点啊，被大家所关注，对吧？这个已经好几天了，而且是这个舆论呢越来越大，这是个好事啊。从这个绯闻、私生活到医疗安全，到最后是涉及到公平、教育公平啊，对吧？层层递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啊，关注，这都是好事。很有可能啊，这次卫健委处理结果不得而知，也不是叫不得而知啊，就是说也可能达不到大家的这个想象，也有可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不要紧，对吧？既然这个有关部门出面了，以后像这种事情啊，他们再做起来，至少会注意吃相，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不会那么为所欲为啊，也给这些人敲响了警钟。在10几年前啊，实际上这种事情啊，它一直就没断过，一直都有，不能说现在就多啊，以前就少，也不能说以前特别多，现在少，应该是一直历来如此。这个咱们就不展开说了啊。上个世纪80年代、70年代的，或者是60年代，那还有顶职这一说啊，子承父业啊，就是公开的，对吧？你爸在哪个厂上班，你爸可以提前退休，然后你就可以去顶职啊，这是公开操作啊，对吧？你爸在医院当医生，你爸提前退休，让你也到医院去，把他医生的名额给顶上。这个很多人恐怕还不知道有这样操作吧？这以前是公开啊。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非常这个厌恶这种呢？说来说去就是因为就业难嘛，对吧？就业越来越难，这个每年对吧，1000多万大学生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研究生找工作也难，博士找工作也难。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原来啊有人有捷径，有人不需要这么卷，反而对吧，他会有更好的安排，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路给他铺好了，大家受不了啊，对吧？有人生下来就不用卷，已经安排好了最好的资源，唾手可得，对吧？这小镇做题家玩命的，对吧？头发都做光了，最后啥也不是，干到35岁找不到工作，所以这个事情对吧爆出来才会引起大家这么强烈的关注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